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3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农历6月18号是一年一度知府王爷圣诞的日子。上午12点，南天宫伫咧团拜祝寿典礼过后，陆续进行过7星平安桥、静游等等的消灾祈福仪式，吸引侪友公甲信众到场来参加，场面相当的热烈。农历6月18，知府王爷圣诞一透早9点一到，在电南天宫主任吴顺德在率领罗主、商务、商监等庙内委员，伫擂鼓鸣炮声后进行团拜祝寿典礼，以虔诚的心向知府王爷等地位尊神上香跪拜，除了供祝圣寿无疆，嘛祈求阖境平安、增运昌扬，场面庄严隆重。6月18日，南天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顺德、一二罗主陈英在、商务委员、上监察委员、内阁头干事、台中路项、吉备香花、树果、公坛实验，因全专程以知府千岁祝寿新的情约，顶奉知府千岁祝寿庆典。陆续密号嘛邀请将近30名友公到背景甲各社团前来祝寿。加上今年是选举年，其中参选人高书坡、马甲在地安南区议员李中琴、参选人蔡明辉等人虔诚来团拜。会中南天宫管委会拄来先以祭安祝贺仪式来迎接一年一度的知王爷生，更尽全力办好各项庆典活动，包括上午免费提供平安红圆，和这些信众甲利用喜乐回来客家食平安、食团圆。另外，依照传统，下晡嘛准备每一档上届盛大免费过7星平安桥甲静游等仪式，来替所有善心大德消灾祈福，场面闹热滚滚。庆典的仪式、祭安的仪式会使讲伫最近十几年来大家全体安尼真用心来甲延续、来甲推动会使讲伫每一档拄啊农历的年中6月18日，知王爷生这一天，会使讲变咱台南庙宇这地方的这个庆典的盛事啦吼。所以每一档的知王爷生大家拢会想着讲知王爷生到一年的中知府千岁的圣诞6月18日，知王爷生到，大家就想着讲要来12点南天宫来甲知王爷公拜拜。来食伊的素食平安糯米，来过伊的7星平安桥，这全部拢免费的，这是纯粹知府千岁的心恩，要来互所有姐姐的善心大德，大家来保平安，来求一个元神光彩，大家一个消灾解厄安尼吼。会当讲每一档只要到着咱这个圣诞万岁日子的当中，咱的7星平安桥会当讲是咱地方砖头平安的一个指标，所以会当讲的拢是人山人海吼。但是今仔日安尼较热，互大家看到你较歹势吼。不过我相信诚心诚意的祈求，代表咱希望咱规家大细拢会当平安顺遂，也祈福祈求咱知府千岁，庇佑咱每一个朋友，拢会当完成心中每一项的祈求，达成目标。但是在电南天宫经过10几档来努力，就因为完整保留知府王爷圣诞的庆典，嘛成功营造台南市民参与地方夜会盛事的记忆，相当难能可贵。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对草庙建立开始已经超过140档历史的安南区12殿南天宫，因为知王爷神威显赫。每一档圣诞拢吸引了侪信众前来祝寿参拜。不过，拜神明到底爱款什么款的祝寿物品？根据南天宫总干事表示，传统的寿品当中包括2种的肉品、龟尾鱼啊、韭菜、甲春柑等等的5星以外，也佫有寿桃、寿米、水果、甲寿金等等，提供予信众来做参考。
在地南天宫建庙高达已经140多栋，主要服侍地府千岁、文行圣地甲天上圣母等尊神，行为很孝。今年为了庆祝地府王爷圣诞，节早啊地远，侪信众无顾日头赤影影，嘛拢全家总动员，准备好传统的五星、水果、寿金等丰富的寿品，陪着欢喜甲感恩的心情，做回来到庙内参拜祝寿。场面相当热烈。那传承礼啊，素果安尼啊，金安尼啦，安尼尔哟。逐档拢有啦吼。啊？逐档拢有啦吼。有啦，逐档拢有啦。毛顺年6月18，就是阮12殿南天宫信仰中心主神地府千岁圣诞千秋这个时阵拢会。各庄头交陪敬拢会来参与这个祭拜仪礼，本庄所有上下所有的信徒拢会来参拜。一般咱咧祭拜的时阵，生咧一般是拢是爱5星，所以这5星就是这个鸡、猪肉、鱼、春瓜、韭菜甲蔬果，是爱有酒甲有斋票，斋票这就是斋票在地南天宫除了一连串的平安祝寿活动，马庆侪信众除了伫农历过年期间初九天公生，卖伫今日农历6月18地府王爷生等重要庆典来点光明灯，求这一冬来平安顺利。同时伫庆典当中，咱在地语音诗族国家团，嘛伫文化局支持地方庙会计划当中。多年来拢受推荐，互庙方来演奏，加添庆典的气氛。另外，庙方奉地府千岁指示，每位尊神也需要训练6名新的歌手来发扬神威，为众神服务。所以嘛，特别打出评价的广告，欢迎45岁以下毋捌跟过手机的男性来用来报名。台湾新闻本集郭博义采访报道。沙仑智慧日林科学城是总统蔡英文的政见，嘛是台南后一个世代的经济动力来源。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就召开记者会，希望日林产业科技园区会当结合客家来打造出一个生态日林新生活的科学城。智慧日林科学城伫咧动工以后，目前包括日林科技联合研究中心、甲科技示范场甲。拢伫咧进行当中，总预算大约122亿。毋过，这拢是第一阶段的建设。对此，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提出主草引凤计划，希望结合周边土地，提供良好的环境，互厂商进驻，并打造良好的生活机能。我们希望说，沙仑绿能科技城是整个完整的概念，整个完整的造镇的概念，而不只是一个所谓只是一个研究院啊、工研院啊、中研院啊，还有大学的一个汇集而已。至少大学汇集了一个大学城嘛，所以我觉得是当地的居民所期待的。也就是说，既有这个产业发展，也有生活技能的提升，更有因为这个科技城所带来的交通、教育，还有其他等等方面的这个便捷。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地方很多民众对于民意代表的要求。因此，我们希望说，也强烈的建议。将来的不管市府也好，或中央政府，对于沙仑绿能科技城，它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技能的部分，可能要划定专区，能够跟地方社区结合，这一点是我们期待的。黄伟哲竞选发言人蔡洪全嘛表示，因为日林产业专区周边的交通发达，加上地点位置适中，如果未来配合都市的规划，并结合南部现有的日林厂商联名。未来将成为一个区域经济的新人带。另外，与会议员参选人林树根嘛认为，应该将安平工业区嘛列入咧发展日林的行列。一方面会用咧活化工业区周边的现地土地，另外嘛用咧让安平工业区有机会进入第2期的发展，带动区域就业加投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会第2届第8次定期会上午进行106年度的总决算审核报告，其中针对着桥梁检测甲管理维护，
虽然交通部的考评是优等，不过审计处认为也无够好，也需要改善。其中议员陈义珍就以着顶寮桥为例，员工才打3档的时间而已，人行道就破破烂烂，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赶紧修好势。议会定期会上午由审计处针对咱市106年度总决算提出审核报告。审计处长吴金祥表示，虽然咱市对民国100年甲103年度每年税入税出无够有大减少，一直到104年度开始有剩，本年度更加剩31亿4千多万，表示财政的努力具有成效。不过，伫其他细项部分，审计处也是认为有改善的空间，其中亲像桥梁的检测甲维护管理，都议员陈义珍提出检讨。伊讲，为伫北区的顶仔寮桥，对完工到现在嘛才3档外，不过桥顶的人行道却是破破烂烂，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尽速处理。那个桥面真的很不理想哈。那听说那个包商又已经跑路了啦，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其实看我们市政府要来怎么善后哈，因为其实它整个桥梁，它整个给人行步道走的部分哈，其实它那个当时可能做也不知道有没有做好哈，再加上天气一晒，那个伸缩缝可能留得不够啊，整个就裂得乱七八糟哈，其实。现场看起来非常的不理想哈，那在民众的使用上也非常的不安全。那分隔柱又断得乱七八糟的情况之下哈，可能水利局跟公务局这边哈是后续要怎么维护的部分，这个郑子寮桥分其实这可能能杀当年啦，无偌久的时间，结果一个新的桥梁哈，结果变成那个样子哈，还让民众不小心来受伤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请我们水利局跟公务局这边要来加强看怎么处理，好，谢谢。除了桥梁的维护管理，另外市府的场馆使用情形，嘛互共党的议员陈金珍看袂落去。以及东区的聚众馆为例，自伊发现到现在将近4档，聚众馆一直咧限制，但却无看到审计处提出立管。对此，审计处表示，原则上只要行政公共工程会有立管，因一定会追踪。不过，既然议员有提出，审计处未来嘛会特别注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为着要提供予社区民众更加优质的空园环境，听取到里面的建议以后，一一来做改造。29号下午，伫咧立德公园，就甲侪家长以及小朋友共同的合作之下，为公园的新设施攀爬完拍下基础。整个设施预计会伫咧票选完造型以后，将伫咧8月底来完工。位伫北区立德公园外表看起来甲一般的公园同款，但是当看到一群大小朋友正努力为原本的公园装饰品绑上红色绳啊，伊拢是看到区公所的公园改造主任主动来参与的。这个绳啊以后会变成公园小朋友爬网啊佚佗的新设施。会中参与的小朋友嘛，趁机会将公园的地板画上各种的图案，无论是大小朋友，拢更加相当欢喜。今天主要是想说，区公所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家长可以自己来为小孩子去做这个邮局，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跟朋友一起过来参与这样子。就是觉得那个公园这样子涂，就觉得它整个公园就变得很彩色，然后就很想要带朋友来看，这个是我们画的。区公所透过这款的改造计划，让社区公园充满特色，嘛增加社区民众的向心力。议员陈义珍嘛共同出席，甲里民做伙为改造公园做出努力。即摆即个公园其实换了做真久啊，有一寡较无符合使用的所在吼，要来做一个改造。会选择要来做即个神王嘛，是透过咱真侪朋友吼共同来投票决定吼，所以这案是咱的第一个最首选的一个案。今仔日就是来办理咱亲子互动来共同参与。那为着这个工会我想咱公所的同仁也都非常用心跟努力所以惊咱囡仔小朋友来较无来到这会无聊，所以讲一开始咱会看到咱的涂骹顶面有咱大地涂鸦的这个活动，让小朋友伫咧这个空间内底足自由的发挥着伊的创意。那咱嘛讲透过咱今仔活动咱透过咱亲子一起共同努力，这个邮具
会是上较有特色的。一个8盲的造型嘛，将由里面对当中3种无同的设计来投票决定，无论大小朋友拢会当投票，就希望打造一个大家上介介意的造型。而整个设施预计伫8月底完工，区公所嘛欢迎民众会当到立德公园来看大家努力的成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已经是每一档台南的文化盛事。今年的2018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规划了一系列丰富的活动，有玩乐专车、甜蜜的玩乐下午茶，以及爱情系列的艺术展览，加结合巷弄的遇见爱活动。文化局更打造了一台爱情诞生的扭蛋机，内底准备了上千份的限定纪念品，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来台南。体验这个浪漫的爱情城市，依照着台南各大玩乐的形态所做出来的果水公仔，深受着大家喜爱。一到现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2018年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的活动，今年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文化局规划了祈求缘分的联谊活动，甜甜蜜蜜的下午茶，更有丰富的装置艺术、恋爱方程式，加一系列的街道巷弄活动。结合成为4大爱情方程式，希望带给游客一个上界浪漫的七夕情人节。除了我们在上礼拜所公布的这个爱情中破塞，跟饭店跟我们这个庙宇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月老文化的大活动之外呢，我们也每年都会规划一档这个展览主题展，在我们爱国妇人馆。那这一档主题展呢，我们每年都会跟我们的台南的一些元素做结合。那今年呢，在我们王世俊老师的这个规划之下，我们是用巷弄遇见爱这样的一个主题，当做这一次展览的这个主轴。那我们总共介绍了6个这个巷弄。我们都知道，现在到台南来，我们可能很多的人不会去古迹，不会去景点。但是他一定会到台南的巷弄里面去穿梭、去游玩，体验什么叫做台南时代哦。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也因此呢，我们这一次特别介绍了6个巷弄啊，包括正兴街、神农街、新美街、瓜牛巷、妈祖老等等。那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待会儿进去我们可以破梗嘛。进去呢，我们会看到一棵非常大的老树，这是表示台南呢，其实你在巷弄里面，你都随时随地会遇到一棵非常大的老树。在那个老树下呢，你可以乘凉，可以在那边体验所谓的台南味，也可以在那边感受台南的慢活生活。这次我们有特色，就是跟我们的街区6个街区结合，好，所以我们希望在街区，人家说转角遇到爱啊，我们不是转角遇到爱，我们在巷弄就遇到爱。好，在各个街区的封街的活动啊，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城市的美好。文化局今年度也结合了侪在地饭店甲店家，打造了一台爱情诞生的扭蛋机。只要伫咧活动期间依照手册来消费，就有一届扭蛋的机会。上千种的恋爱商品只送无卖，等着民众幸运来取得。同时，伫咧福建路的文创 Plus 1楼也有丰富的巷弄爱情主题展览，
二楼也阁有即届神啊爱情放映室，邀请到民众会当做伙来遮体验到恋爱的幸福氛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行销今年的一箭双雕艺术季，文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特别甲为伫咧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合作，伫咧百货头前的广场打造了一个沙雕的作品，希望互较侪民众到七股盐山、台湾盐博物馆、马沙沟3D 彩绘村来参加今年的活动。百货业者也特别准备了一个大型的沙坑，要互放暑假的小朋友会当有一个新的去处。台南上行的沙雕展览一箭双雕艺术季，现在嘛伫尾山沟3D 彩绘村、七股盐山、台湾盐博物馆盛大登场。主办单位文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为了互更较侪民众会使欣赏到沙雕的美丽，嘛特别甲后火车头的百货业者合作，伫百货广场设计一个沙雕作品。28号上午正式甲民众见面。这个沙雕作品的上大特色，就是两边拢有无同的造型，而且佮甲观光局的吉祥物奥熊，佮有远东百货的太阳宝宝设计到作品顶头，充满特色。这是第一次我们城市沙雕出现在我们的百货公司里面，也就是这一次是一个官方跟民间的结合，然后一个是风景区跟市区做一个结合的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休闲的活动。那其实沙雕在台湾发展这几年来，尤其在我们马沙沟这个区域，我们已经发展很多年了。那在地方跟整个我们国家里面都享有一定的盛名。那我今年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把原本马沙沟原汁原味的沙雕，从在现场从堆沙开始，慢慢的花了3天多的时间，让它呈现出来。这一次在那个许店长的这一个创意的发想下，能够把这个沙雕来搬到我们的这一个都会中心这个更难得。我想在都会区很多爸爸妈妈想说，小孩子有时候又想要逛街，然后小孩子又不愿意逛街，来这里还可以让他们尽情的玩沙玩沙的小孩子会激发很多创意，而且重点就是放着小孩子可以玩得不亦乐乎非常的快乐，都爸爸妈妈可以好好的逛街这个一举数得。这间百货业者嘛特别打造一个大型的沙坑，免费提供给小朋友佚佗，唔免等到百货开门就会使去耍。嘛欢迎所有的家长带小朋友来耍沙，甲沙雕翕相。如果想要看到更较侪沙雕作品，嘛会使到一箭双雕艺术季欣赏这精彩的作品。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陪伴前是定定会看到目睭一病，这个症状发生往往是因为目睭内底玻璃体退化来造成出现了无透明的纤维体。一般的状况并未对着目睭发生着任何危害，但是症状若是变了严重，就应该马上就医，若无的话，恐惊会失明。肥胖症就是目睭内底玻璃体因为退化所来造成的轻微症状，对着身体或者是日常生活并未造成任何危害。但是医师提醒，若是症状变甲更加严重，就应该马上就医，若无恐惊会造成视觉受损，甚至是失明。飞蚊症其实并不可怕，那飞蚊症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会带来后续我们要注意的一些视网膜的警讯。抱怨有飞蚊症的人，通常是在看着光亮但是均匀的背景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丝状物或点状物在这边飘动。那这个是不必担心的。那最主要是要找眼科医师做散瞳的眼底检查，检查是不是有视网膜的破洞。那如果说第一次检查没有发现视网膜是健康的，后续只要定期追踪半年看一次就够了。那万一这中间发生了飞蚊症数量改变、形态改变或者是视力下降的问题的话，需要立即就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有效避免后续严重的后果。医师提醒，一旦发生着视力下降、所看到杂质变质或者是形态改变，拢是症状转严重的有先征兆。这个时阵一定要马上就医，让医师来做专业的治疗甲评估。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9度至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7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